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疫情为3级警戒降到2级，一寡风景所在拢烦恼会出现游客、归人、客人相挨相客情形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 A 来 A 去的 A。这个 A 就有客意思，像讲叫囡仔莫 A 来 A 去，互物件弄着，咱嘛讲 A，像讲互车 A 着，互德哥 A 着。另外，咱台语这字 A 也有特殊的用法，像讲外美外国，古早讲 A 美 A 过 A 土人。咱讲A 啊 A 夫妇，大家请阿姑。另外，提经弦演奏弦啊，咱讲 A 弦啊，这里文音读做 I， 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 A 体，买当讲是小 A 体，本来是讲互相安尼客来客去，落尾手的意思是讲互相来 A 体责任。第二个词读做小 A 小客，也就是互相客来客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就算防疫级数降到2级，一寡风景所在也是有咧管制总人数，袂当有小 A 小客情形发生。啊，若无违规，互主管机关开罚单，才过来 A 提责任就伤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 A， 另外一个文音读做 I， 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